宇呼籲大家行善積德，佢亦以身作則，出錢出力打救一名人氣歌手。今年40歲嘅張致恒同老婆歐燕文育有4子兼飼養2隻狗。5年半嘅婚姻，文文幾乎每個月都公開數臭老公兼腎窮，嗌離婚嗌到被封為離婚 KOL。而入不敷支嘅張致恒就幾乎每個月都揾人打救。對於張致恒深陷低谷，七仙羽認為係萬惡人為首，因此帶佢去樓下一樓一鳳嘅門口跳唱戒淫邪歌舞。期間張致恒按七師傅嘅指示，用雙手遮住下體，擺動身體高唱。我要你戒淫邪，萬惡人對手，我要有個美麗的未來。我要發達幸福愛着愛不愛靠着愛我你愛關注愛我你也愛我也愛你，我要專注眼睛沒人眼睛。我面對面對着家裡家面對背叛你是背叛你騙我要你看眼睛對眼睛，直到家裡生活。我要你這樣寫。張致恒就承認自己係鹹濕，當日一腳踏5船，只係博愛加任性放縱，見一個愛一個，絕對唔係玩弄感情。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睇最新一期嘅東周刊啦。